艺术水个好，搁将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，感谢。感谢朋友收看《解文说理》节目的制作人甲国精，诚意谈者甲你说声。啊，无定你伫电视边，你看到国精安尼讲，你会甲应讲国精啊，我毋是专工，你的时间甲我转来等的，毋是我抢拄我转到的。讲到即句抢拄抢，台语吼，即个句头足济呢。中即字是拄，头前甲后壁，第一字甲第三字讲共款，抢拄抢，就是日本话咧讲抢输的啦。讲拄啊好的啦，无张弛转到的啦，毋是专工要等你这旁拄枪就对啦。毋过吼，我先甲你讲，原来有的观众朋友咧笑念我呢，毋是拄枪转到的呢。迄天我撞到一个伯啊，伊咧讲，高正啊，我才咧想讲吼，足久无看到你的节目尔，啊，啥拄啥，过转工我就去转到。即句啥拄啥，安怎样解说？照讲，即个啥就是咧讲心明灵啥，啊，若啥拄啥？就是明仔载才发生的代志，今日互咱预测甲对，安尼讲有做啥拄啥？当然啦，有的朋友是抢拄抢转到，有的朋友是思念国情啊啥拄啥，安尼昨咧想尔，今日就去转到的啦。我总是要甲你表示，讲国情啊，认真做节目，因为我做人是笃信，啊讲话直拄直。哦，这两句我那拄伫咧中，头前第一字，后壁第三字相像，无毋对。所以这个句头伫台语足济，我要一句一句招你研究。头拄啊，咱咧讲，我做人是笃实，毋是干那讲实尔，我要加强口气，我要表明讲，我是真正足实在，安尼叫做实笃实。啊，当然啦，做人若实讲话就直，会阁有道具呢，毋是干那一日直尔，直拄直就是咱两个拢总直人拍直拳，我直。甲你相对你做人缘直，安尼叫做直拄直。过来讲一句现拄现，讲一句下拄下。咱知影现拄现表示就是讲事实摆在眼前，现倒影呢，咱才讲叫做现拄现，啊，就是国正头拄我讲，拄即礼拜伫咧中，加强口气，加强效果。现就是安尼，下拄下，车会拄啊下到你的骹。拄啊好，你研究台语有趣味，你感觉讲即个单元你爱看，因为你嘛咧想讲台语艺术伫咧倒位，下拄下解文说理，逐工国情拢足认真咧做新的内容。你若无去嫌，逐工甲阮存，逐工甲阮看，看会下尽量甲阮相报。感谢你，努力。